有冇感覺到香港嘅大熱天着晒火啊？咁熱嘅夏天，一般出街你會帶一把風扇、一個尿袋同埋一條貼紙線，但係有咗佢，呢啲都唔需要。噔噔，佢就係日本朋友仔介紹俾我嘅，自帶100級風力調節、冰貼功能同埋充電功能嘅 Hayaku 驚喜小風扇啦。佢風力有幾誇張？一下吹走咁多碎紙，配合佢嘅3秒冰貼降溫，出街就好似帶個空調咁。佢仲隨時隨地幫我哋其他設備提供6000毫安嘅充電，太方便啦！最正嘅係佢形態多變，豎放又得，橫放又得，吊喺包包度又得，掛喺條頸度都得。佢仲搭配0到100級嘅風力自由調節，無論係大型嘅強勁風定係小朋友嘅自然風，都得心應手。超大風力0到100級無極風速調節，冰貼速凍冰爽，仲可以幫你充電。行街辦公，隨時隨地涼浸浸。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，記得 follow Benny，每日陪你一齊發現更多小驚喜。